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州班居 Hugo。今日咧嚟到咗我哋珠海金灣嘅紅旗呢一度，介紹翻一套筍盤俾大家嘅。咁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一個筍盤咧，就係我正前方嘅呢一個叫做中珠領域啦。咁呢一個小區咧，當年都係賣到接近2萬蚊一個平方嘅。咁而今咧直接係腰斬噶啦。咁開發商咧就已經係拎晒誠意出嚟清盤活動啦，唔到1萬蚊一平方就可以攞低呢一個小區單位。咁呢一個地理位置咧已經係十分之成熟噶啦。咁步行咧大概5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正江廣場啦，包括彭泰超市啦等等呢一地方消費。咁揸車咧7分鐘就可以翻到我哋今晚嘅航空新城啦、華發商都嗰邊。再由呢一度出發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關口啦，甚至係拱北關口咧，都係僅需要25分鐘嘅一個車程嘅啫。所以呢一個樓盤咧，無論喺配套方面或者交通咧，都已經係十分之完善噶啦。咁聽聞咧，呢個開發商而家咧連樣板間都拎埋出嚟賣，而且個價錢買得非常之低，所以 Hugo 帶住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入到小區入邊啦，其實每次入到嚟呢一個小區咧，我都會覺得非常之舒服嘅。可能因為佢嘅設計啦，每一座樓咧係錯開咗嘅，咁令到咧入到小區個風咧係吹得十分之舒服，咁所以咧佢每一棟樓嘅通風效果咧係十分之好嘅。而呢一個小區咧，佢總棟數咧係只有4棟，總戶數咧係392戶，綠化率係做到咗35%嘅，而佢嘅容積率咧只有3.2，物業管理費方面咧係3蚊一平方。睇翻我哋整個小區呢一邊啦，其實都係啱啱交付嘅一個狀態啦，非常之新嘅嚇。咁而且咧睇翻個入住率已經係十分之高噶啦，基本上係超過咗70%以上嘅一個入住。咁人嘅一個氣息啦、氛圍啦，係已經係十分之好噶啦。咁而呢一個小區咧，而家就係聽盤嘅一個階段，剩翻個單位有幾套咧，性價比係十分之高嘅。我而家一齊帶住大家上去睇一睇先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上咗嚟單位呢一度啦，我哋而家身在嘅樓層咧係鳳凰樓嚟嘅25樓，咁佢每一層嘅佈局咧係2梯4伙嘅。咁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套單位咧，入嚟咧就係我哋獨自嘅一個入戶空間噶啦。咁喺呢度咧，你可以自己做翻啲鞋櫃都係冇問題嘅。入嚟咧就係我哋今日隆重介紹嘅一套單位，而且咧係要拼首禿嘅一套單位啊！因為點解咧？呢一套單位108個平方做4房南北通，只需要你110萬就可以攞低呢套單位，而且係鳳凰樓，望翻出去個景觀咧係十分之開揚嘅，完全冇遮擋啦。咁遠處咧可以睇到一啲山景同埋河景嘅。咁而最關鍵就係呢一套單位係樣板間喎，樣板間代表咩啊？整個開發商咁多棟樓最靚嘅位置係專登攞嚟做樣板間去吸引翻你嘅。咁所以咧呢一套單位嘅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。咁而我哋一個飯廳嘅位置啦，放咗一個4人台啦，廚房呢一邊咧係做咗一個 L 型嘅一個位置嘅。咁抽油煙機啊，包括我哋吊櫃咧，全部都已經做好晒噶啦。而且咧即見即所得，你而家見到我哋一個客廳嘅沙發啦、凳啦、台啦，包括呢啲電視佈景牆啊，以及我哋呢啲隔離空調咧，冚唪唥送晒俾你啊！咁性價比高唔高啊？呢啲單位係咪要拼手速啊？咁平時咧好多粉絲話有冇啲咩筍盤啊 Hugo？ 嗱，呢啲咪筍盤咯，呢啲咧唔齋係你香港人要買啊，大陸人都要爭住要。咁呢啲單位睇翻啦，呢啲客房做得非常之提整，而且咧已經係做好晒俾到你，而且佢一個客廁個空間咧都係十分之舒服嘅，乾濕分離啊嗰啲簡單嘅嘢已經係全部做好晒俾你，而且牆身咧唔係話好似正常嗰啲精裝膠標咁樣白牆啦，佢已經係做晒牆布噶啦。咁而呢一邊咧就係我哋第2間大客房。擺咗張床喺度咧，做埋3邊嘅一個落床位，而且呢一個景觀咧都係十分之開揚嘅，光線整個單位咧都係十分之好嘅。而呢一邊呢一間咧就係第3間客房啦，108平方有3間客房，咁呢間咧你可以做翻作為一個書房啦，或者多功能房都係冇問題嘅。如果你有需要咧，同樣可以放翻張床啦，做翻一個客房嘅。咁呢一邊就係我哋主人房啦，做咗一個隔斷式嘅衣帽間喺度俾到你啦。然之後主人房呢一個洗手間其實都好少有啊，因為100幾平方主人房嘅洗手間可以做到嗱，我張開雙臂完全都冇問題，所以呢啲空間感咧係十分之舒服噶嚇。而主人房呢一邊放咗一張2人嘅大堂飄窗位，
都十分之舒適。呢一套單位咧係僅止一套嘅啫，多就冇噶啦。呢一套單位咧就係108個平方，做咗4房兩廳兩衛南北通嘅一個戶型嘅。咁呢一套單位可以講話係十分之搶手噶啦。頭先都講到，因為佢只需要110萬首期，10零萬月供3000零蚊咧，就可以拎包入住嘅一套單位，仲要係樣板間。咁通常咧呢啲單位咧，唔好話你哋香港人啦，國內人都會買翻嘅，因為首期以及供款咧唔係話太多啦。咁同樣呢一個小區咧，仲有其他戶型喺度傾緊盤嘅，包括有我哋嘅69平方啦、87平方嘅3房啦。咁而且咧有一套單位本身今日咧都想分享俾大家嘅，就係69平方兩房送埋個大平台俾你，但係可惜啦，開發商嗰邊話咧個單位仲喺度裝修緊，咁馬上就裝修好啦，咁就拍攝唔到展示到俾大家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粉絲咧，可以私信翻我啦，或者 WhatsApp 翻我啦，攞翻詳細嘅資料，咁我可以將呢兩房3房包括呢一套4房嘅資料咧，全部發晒俾你。其實你如果有興趣嘅話，我建議咧真係盡快過到嚟呢度睇啦，因為咧我發呢條視頻出去之後咧，應該呢一套單位極有可能賣咗嘅，因為我拍攝1日啦，咁剪片都要1日時間啦，咁非常之搶手嘅一套單位。咁如果有興趣嘅粉絲，記得聯繫翻 Hugo 呢一邊過嚟呢一邊睇一睇呢一套單位啦。咁今期嘅節目分享做到呢度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